自細就係 Slasher 嘅陳健安，安仔喺屯門長大 ，J 台自爆有1/32嘅蒙古血統，因為想成為屋企嘅健康顧問而選擇讀護理系。擁有護士牌嘅陳健安唔單止可以喺醫院治療病人，仲可以用歌聲治療人，更加成為筋膜放鬆法導師，自稱冇咩嘢撈嘅時候先至開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賴喺 sofa， 今日帶你從零開始認識陳健安。安仔超熱愛足球，巴塞 fans 嘅佢出道前除咗係一個學生，佢曾經仲係 U14至 U18 足球青年軍香港足球聯賽甲組，成為職業足球員，香港08同香港流浪嘅足球員。由細就要兼顧學業同興趣，雖然辛苦到食嘢同做功課都要喺巴士，仲差少少犧牲咗學業成績，但都好開心識到好多人，樂在其中。就讀 PolyU 護理系期間都仲踢緊足球，由細到大受屋企人影響，好中意音樂。09年參加 Kingdom C 嘅歌唱比賽星頭大戰，後尾邊做 C All Star 邊做實習護士邊踢波，直到一位實習嘅 mentor 鼓勵年輕就應該繼續追夢，所以即使成為註冊護士，佢都專注投入音樂事業，正式以 C All Star 組合成為歌手出道。裏是又如何避免留低的與重生的也在這邊，即使09年參加嘅歌唱比賽星頭大戰，雖然阿 King 吳崇銘用高9度唱出贏出比賽，但經理人覺得前4名嘅聲都好靚，所以用有限嘅 budget 幫陳健安、梁超峰、何建熙、吳崇銘組成 C All Star 出道。作為隊長嘅安仔喺組合擔任主音或者低音和音。C All Star 主要記錄香港，佢哋嘅歌曲希望帶出信息，引起反思，別讓小島沉沒，沒明日的恐懼，北極熊的遺言，唱出環保議題。沒明日的恐懼，平靜的安睡，難受的淌淚。博情歌表面係俾另一半拋棄嘅情景，實際係唱出關注樂壇生態。差詞大玩廣東話。期間安仔開始創作，例如上車奏同練肉健身室。2017年休團後開始個人發展，2021年 C All Star 回歸，推出人類世，當中最代表嘅係集合吧地球保衛隊同留下來的人，引起廣泛共鳴，拎咗叱咤樂壇組合金獎。2022年舉辦最後嘅報佳音之後就冇再同台，期待4子再次合體。安仔單飛後嘅原則就係唔會自己一個唱 C All Star 嘅歌，所以當佢自己一個嘅時候，大家唔好再要求佢唱 C All Star 嘅歌啦。越過時間，沒有時間，成全時2017年單飛後，因工作壓力過大，情緒低落，加上踢波激動狂嗌，安仔喺早霸王訪問提到，大嗌之後聽到啪一聲，秉持運動員精神完成比賽後睇醫生，發現喉嚨撕裂，生咗粒息肉，以致到失聲，冇辦法正常唱歌。失聲嘅經歷係佢歌手生涯中最低谷，亦都係好重要嘅轉折點，考驗佢嘅意志，亦深刻影響咗佢日後嘅音樂創作同人生態度。本源基本上喺安仔失聲期間創作，指事物嘅開端同本質，呈現青春、永恆、慾望、錯愛同失去。至此，安仔係本源族族長，而 fans 就叫族人。無法爬過峭壁跟雪山。本源價值觀貫穿安仔之後嘅專輯作品，佢為解憂雜貨店舞台劇創作重生，記錄佢從低谷中站起嚟嘅經歷，傳遞一個價值觀，相信自己當下做嘅事係啱嘅，即使未必即時睇到結果，但都要堅持做落去，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，重新為日後嘅作品未知之中，未知道同 Life After Life 中繼續定下基調，探討死亡與失去後點樣重新出發，重生入面無法選擇嘅困境中，依然選擇繼續期盼，未知道中尋找自己嘅步伐，繼續入面，即使未揾到最終答案，都要
三部曲象徵即使世道不變，找不到去路，依然繼續尋找同親身解畫嘅力量。By the way， 未知道同約定的夢幻島反覆提及暴雨後有仙島，即使依家環境有幾差，雨過必定有天晴，亦都唔需要理會其他人嘅評論諷刺。這宇宙這種心情根本虛構。在錯誤的宇宙尋找愛中運用大量佛學詞彙，好似功德、參透、禪修；喺錯誤嘅宇宙尋找愛，就好似為了找到真愛，尋遍每粒沙咁徒勞無功，帶出讓本我同真我互相碰撞嘅過程。要真切感受到愛欲帶嚟嘅痛苦同迷失，先可以睇清自己嘅本心，繼而學識放下。係透過痛苦參透到嘅必經之路，就好似告別的藝術，帶出感情斷捨離。安仔嘅情歌同樣帶出深切嘅痛苦後選擇放下，厭惡蜜桃監中，明知另一半厭惡自己，即使都冇辦法令另一半滿意，最終先察覺我會轉退化。戀愛腦之死，愛到失去自我，瘋狂到時間一過，從呢一段錯戀警惕自己，我很不愛你以朋友嘅立場愛一個人。我最好不貪不要不講不唱收好這情感，明知同對方唔會越過朋友界線，甚至沉滿視線，揾自己嚟攝時間，痛苦地逼自己放下。不過安仔嘅情歌唔係首首都咁慘㗎。時光邊緣的人描述嘅不老不滅、長生不老嘅主角喺漫長歷史中孤獨漂泊，見證身邊愛人輪迴離世，探討永恆嘅孤寂、執着嘅心愛，以及無論輪迴幾多次都會揾到對方嘅宿命感，對應到額頭有字輪迴轉世幾多次，即使面孔同個名都唔同咗，只要對方額頭有字，是你還是你，都會認到對方彼此嘅靈魂，貼合安仔嘅愛情觀，認為愛情唔需要靠口頭承諾嚟維持，而係並肩走到歲月後，回首發現仍安如磐石，先至係真正嘅永久。以青春之名創作者的派對，仍然是那個少年，拼湊出安仔對青春完整意義。以青春之名入面嘅無懼同嘗試，提醒我哋青春係容許任意探索，唔怕失敗，想做就做，延續到仍然是那個少年。keep 住心中嗰團火，用最初嘅心保持最純粹嘅狀態，盡情去創造同享受當下，保持青春。也許只要迷信可以做朋友。本源嘅永恆體驗到時間感詞，時間嘅概念只係存在於我哋嘅感受之中。安仔憑住一吻穿越46億歲，得到2019年叱咤樂壇唱作人金獎。呢首歌表達到在愛面前，時間再沒有意義，沒有時間表達咗失去愛，就好似時間停頓咁。從那天分手以後，原來時間已消磨。另外，時光邊緣的人不遲不早，甚至成個專輯都貫徹時間，事件總會嚟得啱啱好。每個人嘅節奏都唔同，只要揾到心中依啲，唔需要心急。就好似安仔提到自己比其他人遲畢業咁。喺疫情下，安仔雖然中咗新冠，但都冇停低創作。安仔透露自己嗰時成日攤喺度食嘢，完全唔想喐，就創作咗廢學。千祈唔好覺得自己好頹，好嘥時間。畢竟咁樣頹落嚟，都不減佢由煉獄健身室嘅身形，去到創作者的派對嘅身形。當然佢係有做 gym 啦。抵創作者的派對拎咗布拉格音樂錄像頒獎典禮 Best Asian Music Video。我夢經鼓勵人哋唔好逃避內心嘅陰暗，要識穿恐懼嘅虛假。喺清醒中面對困境。安
安仔第二個轉折點係佢踢波時令左腳嘅前十字韌帶完全斷晒，呢件事無疑令熱愛足球嘅佢大受打擊，情緒一度消沉。好彩嘅係好快 pick up 翻，積極面對做治療。腳傷休養期間探索到新嘅聲帶運用方法，提升咗唱歌技巧。意外貼切 Life After Life 意念，經歷一次又一次嘅死亡，不斷迎來重生，世界循環不息，每次重生都會痕跡搭痕跡，但會令我哋繼續期待生命之後仍然是生命，憑住仍然是那個少年，安仔拎咗2023年叱咤10大第7位。台上面講：唔好死，唔好俾人睇死，爭氣。呢一個感言意念帶到下一個專輯 Project Reject， 要學識拒絕，保護自己嘅感受，拒絕討好嘅唔明你講乜，拒絕沉溺負面情緒嘅當我們返回現世。到時候再揀放開手，拒絕違心合群，我違和但我不糾正，活喺自己開心感受嘅世界。巨蟹座嘅安仔十分注重家人，歌曲傳遞親情，為哥哥創作好好掛住，唔需要刻意忘記，想掛住就掛住。為媽媽創作愛的一種練習，練習唔用仔嘅角度重新認識媽媽，仲紋咗媽媽個名嘅簡寫喺手指度，成為生命之花以外嘅紋身。為爸爸創作李子，回憶兒時爸爸批李嘅片段。由於時代久遠，安仔家姐揾咗好耐先揾到爸爸嘅片，佢哋用咗好多方法先可以將爸爸嘅聲放入歌曲入面。另外，亦都為沉溺負面情緒嘅朋友創作《心中尚有象牙白》同《當我們返回現世》。安仔都勁錫 fans， 之前腳傷都照樣出席散步 fans meeting， 喺 Telegram 本源逐個 group 入面都會為生日嘅歌迷唱生日歌，仲會送自己夾到嘅公仔俾 fans， 收益會捐出去做公益活動。仍舊愛的天天天天輕輕的戰鬥。喺8年前，佢哋嘅經理人阿簡話安仔有好多興趣，好難預測佢10年之後會做啲咩，估佢可能去電影方向度發展。事實上佢真係有好多興趣，而且真係參演咗電影犯罪現場嘅一個解憂雜貨店舞台劇《松岡黑郎先生》，跟住又做全民造星嘅導師，睇動畫睇到佢夾公仔，仲要夾得勁專業，點估到依家仲要溜埋啲 fans 打機做 game 啊！陳健安總係用自己嘅生命溫暖嘅歌聲治療人心，曾經失聲又整親膝頭哥，對佢足球員又好，歌手又好，都十分之大打擊，情緒就一定有，但佢冇放棄到，反而鼓勵更多嘅人勇敢面對，佢亦樂意做樹窿，俾人傾訴心事。睇完呢條片，唔知你對陳健安認識有冇深咗，有冇更加愛佢啲歌 ？By the way 啦吓，唔知佢找咗 Sammy 嘅歌債未呢？爭我一隻歌，你應該唔記得啦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。